他君，我们家土豆在地里哇哇，哟西，你的在路。你的行不行？我干嘛懂啊？还他君，我们家土豆就在这地里面。哇！他君，这就是我们家地里面的蚝。我是哦。你别笑。他君，他君，他君，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土豆。土豆是的，能吃吗？可以吃的。你别笑。你尝一尝我们家地里的土豆，好吃的很。我是。他君，我们家土豆，好吃不？好吃。他君，走！哎呀，还有我的手，还有我的土豆，他君马刀。